哋嘅新朋友啊，咁今日咧有冇在座第一次翻到嚟教會喺粵語堂崇拜嘅新朋友啊？我哋都好想歡迎你喎，有冇啊？喺樓下樓上嘅，都係我哋嘅翻開嚟嘅弟兄姊妹啦，咁我哋就非常好。咁咧，我介紹咧今日嘅講員啦。咁咧，我哋嘅講員咧係鄧廣華牧師啦。咁咧，我就問佢點樣介紹佢嘅時候，嗱，我哋原來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已經識咗佢鄧牧師咧一段嘅時間㗎啦。咁我自己咧就都係認識佢一段嘅時間，因為佢一直咧都係我哋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嘅聯會嘅執行總幹事啦。咁佢而家咧就係現任咧世界華人宣道會嘅團契嘅義務總幹事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好歡迎佢啦，俾啲掌聲佢啊！係啦，今日咧嚟到咧係為我哋去證道，我就交俾佢介紹自己多啲啦，同埋咧去宣講神嘅説話。多謝你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好高興喺大家當中啊！好多年冇喺大家當中啦。上一次嚟嘅時候應該仲係華聯會嘅總幹事，咁但係2023年咧就退休啦，咁就再唔係總幹事，而家係徐權能牧師啊 Tommy 徐。咁2024年開始咧就承擔世界華宣嘅義務總幹事。咁好多人弟兄姊妹都未必知世界華宣係咩嘢，成日以為世界華福，咁唔係，係華宣。咁就係將全世界所有嘅華人宣道會嘅拉埋一齊，包括香港、澳洲、英國、加拿大、美國唔同地方嘅華人宣道會拉埋一齊。咁所以好多時講笑咧，以前咧就係做加拿大，而家開始做世界啦。咁做總幹事總要做啲事啊嘛。咁所以嘅角色咧就係四圍走嘅。咁以前加拿大我哋有108間嘅堂會，咁咪四圍去咯。咁嚟到你哋當中有幾次啦，咁唔係咁多，因為我住喺多倫多嘅。咁但係最近咧搬咗嚟 Richmond 啦。咁所以希望將來多啲機會探大家有啲嘢服侍。咁我角色咧就因為四圍 travel 啊，而家做埋世界華宣，有5個幾月喺海外嘅。咁搬咗過嚟嘅時候先發覺，原來被困溫哥華。我唔知道嘅，我以為安省過嚟就好自然嘅啫。點知原來發覺咧過咗嚟咧，個 BC Medical 咧限制我哋新嘅 BC residents 喺頭6個月唔可以離開 BC 30日。所以我有幾個 trip 咧，因為咁要取消。所以而家被困溫哥華咁嘛，至坐監坐到12月底咧就走得啦。咁我1月就開始去當兵離家。咁我講點解去咁多地方咧？其實因為個角色嘅需要去探唔同堂會嘅時候咧，我都不禁問一個問題：話點解有啲堂會神係好大祝福佢？你入到去你發覺好 vibrant 嘅，好有力量啊！睇到真係好有生氣，教會好清楚做啲咩，弟兄姊妹好投入。但係去到一啲嘅堂會，你發覺入到去死氣沉沉，即係好似喐來喐去喐唔到嘅嘛。同一篇道都好啦，一入去就有啲就好快反應，有啲咧拱來拱去都拱唔起嘅。咁我就問啦，究竟乜嘢原因有啲教會係好蒙福嘅？神好大嘅祝福，但係有啲就唔係咁嘅咧。咁我都不禁去問一個咁嘅問題。嗱，我唔知你問下你自己睇翻聖經嘅時候，有好多唔同嘅教會聖經講啊。你個人最喜歡邊間教會？你第一個諗到出嚟嘅。有啲人係中意《使徒行傳》第2章啦，係嘛？Willow Creek 嘅時候建堂都係睇嗰個初期教會，哇，好正喎！有啲人唔係睇腓立比教會，佢話腓立比教會咧係好忠心傳福音，喺成立頭一天就係同保羅咧係保羅嘅 partner， 一直支持保羅嘅宣教工作。咁我自己咧就好喜歡另一間教會，就係今日我哋經文《使徒行傳》11章。19至26節係邊間教會啊？《使徒行傳》11章我哋冇讀經啊，所以大家唔知道就係安提阿個教會，安提阿個教會。咁點解我會中意睇安提阿個教會咧？因為安提阿個教會好特別。我哋冇讀經，我哋係睇裏邊嘅經文。因為我發覺咧，我喺神學院教會增長啊、領導力嘅。我發覺安提阿個教會，哇！如果你係牧者，你見到咧流晒口水嘅，因為佢嘅增長係好全面。第一，我哋睇《使徒行傳》第11章21節，喺人數上未增長，主與他們同在，信而歸主嘅人好多。人數增長咧，唔單止人數增長，靈性增長。因為《使徒行傳》第11章26節講到話，
門徒被稱為基督徒，今日你同我被稱為基督徒，係邊度開始咧？就係安提阿。咁其實講出一個問題就係咩咧？唔單止嗰班人信咗主，呢班人信咗主之後，佢哋嘅行為、佢哋嘅表現，俾人覺得哇！呢班係好唔同喎。佢係耶穌仔、耶穌女，佢哋信咩㗎？佢信基督，咪基督徒咯。嗱，所以好明顯，唔單止係人數增長、靈性增長，仲有工人增長。當教會增長嘅時候，耶路撒冷教會就派一個人過去睇一睇，嗰個叫巴拿巴。巴拿巴見到就好開心，佢就留喺度咧，幫手建立呢間教會。但係佢發覺，哇，個需要好大，佢做唔到，做唔晒，所以佢走去大數揾阿掃羅，即係後嚟嘅保羅啦，就過去幫手。咁呢個係工人嘅增長。所以頭先睇翻你哋報告裏邊咧，發覺，咦，感謝主，我哋選長老咁多人出嚟係好事嚟嘅，需要多啲嘅工人，多啲嘅領袖。嗱，然後我睇到一個新嘅傳道加入啊，呢啲係好事嚟嘅，都係一啲健康嘅指數。唔單止工人增長，亦都講到事工增長。喺11章嘅20節講到咧，佢哋開始呢一班由耶路撒冷因為被逼迫而散開嘅門徒，有啲嚟到安提阿，喺當中佢開始係向猶太人傳福音，同族同語言。後嚟佢向希利尼人，即係希臘人講希臘話嘅人，外邦人傳福音。所以我哋講話係事工嘅增長，唔單止係事工做多啲嘢，其實係一個 paradigm shift。你諗下，開始只係向自己同族嘅猶太人傳福音，後嚟向希臘人係一個轉變。而到《使徒行傳》第13章嘅1至3節，就係當佢哋禁食祈禱嘅時候，聖經記載話聖靈嗌佢哋差遣邊個啊？巴拿巴同掃羅咩啊？出去做宣教。教會嘅宣教工作係由嗰度開始。所以你發覺呢間教會係好正嘅喎，係嘛？人數增長，靈命改變，工人領袖增長，連事工都增長。呢個事工係包括咗新嘅 initiative， 唔係只係以前嗰套啦。佢發覺哇，有啲新嘅轉變，有啲新嘅契機，佢哋願意嚟出去。所以我哋睇安提阿教會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教會。如果我作為牧者，我見到嗰個時候 ，What can you ask？ 啊，真係好正。但我再睇翻個經文嘅時候，我發覺喺經文裏邊記載安提阿教會有一個嘅要訣。究竟乜嘢令到呢間教會增長嘅時候咧？我發覺喺21節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要素。因為教會唔係淨係一個組織，唔係靠人嘅計劃、策劃、策略，我搞啲乜嘢搞起佢，唔係咁樣。教會亦都係一個有機體，係一班信徒，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，因為一個屬靈嘅家，我哋喺埋一齊，彼此嘅相愛相助，傳福音。所以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喺21節講到話，主與他們同在，信而歸主嘅人就好多。呢個係成個嘅 key words 嚟嘅。成段經文講安提阿教會點解呢間教會咁美好，結出咁多果子，生命咁好嘅改變。其實好重要就係主與他們同在。我哋好多時講祝福人嘅時候啊，願主與你同在，願你主與你同在。但係主嘅同在係咩意思咧？我特別用翻英文嗰個嘅經文 Amplified Bible， 有一個同我哋中文嘅翻譯相似嘅，就係主嘅手與他們同在。嘅手嘅意思就係講到神嘅臨在同埋能力。咁所以我哋好想清楚啲，究竟主同在係咩意思？咁我用幾個嘅 illustration 啊，比喻啦。喺舊約新約裏邊，我哋主同在唔係只一個口號，其實佢有意思喺裏邊。喺舊約裏邊用出埃及記係講到神點樣喺佢嘅百姓同在，用一個好具體嘅，就係起一個嘅會幕。後嚟就係嗰個嘅聖殿，係一個好具體嘅，睇到神確實喺佢嘅百姓當中。而到新約以弗所書裏邊嘅時候，神立耶穌基督為萬有之首，叫佢係教會嘅元首，我哋係互為肢體喺當中。所以唔單止神喺我哋當中，更加神喺我哋當中嘅時候，佢係做帶領，佢係萬有之首，佢係教會嘅元首。我哋喺佢嘅帶領下邊，彼此嘅同工，一齊去建造。而喺約翰福音第15章，大家都熟悉嘅葡萄樹同咩啊？同枝子係講緊咩啊？其實係講到我哋同主相連，並且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好親密嘅關係，常在佢裏邊，佢又常在我裏邊。所以當我哋講話主同在嘅時候咧，唔係只係一個嘅口號或者一個術語，一個 jargon，
原來主嘅同在嘅意思真係講到神喺我哋當中，並且佢係帶領嘅，我哋聽從佢嘅，並且我哋同佢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。喺咁嘅情況裏邊咧，一個人如果係神佢同在，佢就係蒙福嘅；如果個教會神同佢同在嘅時候，佢都係蒙神賜福嘅。呢個先係我哋去諗一樣嘢。或者我舉一個例子，會幫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主嘅同在係咩意思。喺撒母耳記下第5章第10節裏邊講一個人物，就係大衛，大家都好熟悉嘅。呢個講大衛日見強盛，大衛嘅工作係佢所做嘅嘢，佢嘅國度越嚟越強啦。因為點解啊？因為萬軍嘅耶和華嘅神與佢同在。神與大衛同在，所以大衛咁咪日見強盛咯。The same thing。一個人如果有神同佢同在，佢會強盛，神祝福佢。一間教會如果有神同佢同在嘅時候，呢間教會亦都係蒙神賜福嘅，好似安提阿教會一樣。但係喺呢個《使徒行傳》第13章裏邊咧，係講出究竟神同在係咩意思？因為好明顯，作者係做一個嘅比較。前面講到既廢了掃羅，就選立大衛作他的王，他們的王，又為他作見證說：我尋得耶西嘅兒子大衛，他是合我心意的，凡事要遵行我嘅旨意。呢度咧，神為大衛做一個嘅見證，佢話佢係合我心意。我睇唔到聖經裏邊有邊啲比呢個更大嘅稱讚。神話佢係合我心意嘅，但係我哋睇到呢個作者咧，其實係明顯係做一個比較。比較咩？兩個人，一個係掃羅，一個係大衛。掃羅係以色列第一個嘅王，大衛係以色列第二個王。如果我哋從領導嚟講咧，其實掃羅係一個領袖嚟。聖經記載佢係高大威猛，比人高嘅，孔武有力。如果我哋講係叫 natural leader， 佢係一個好明顯站出嚟一個領袖嘅人物。但係如果大衛咧，相對嚟講就係一個 spiritual leader， 係一個屬靈嘅領袖。兩者有唔同。掃羅我哋可以講佢係一個以自己為中心嘅人。我哋點樣講咧？因為當面對緊急危難嘅時候咧，佢就用自己嘅方法，佢唔係倚靠神。佢勉強獻祭，佢唔等撒母耳，佢冇按照神嘅心意嚟做佢應該做嘅嘢。然後當撒母耳好幾次佢提醒佢講出佢嘅軟弱、佢嘅錯嘅時候，呢個掃羅就係顧之以言他定咩？即係講來講去就係總之係人哋嘅錯，唔係我嘅錯。佢唔肯去面對佢嘅問題，所以屬於神好多次透過撒母耳提醒佢，佢都唔肯去回轉。但係相反嚟，大衛就唔係啦。大衛同樣喺危難嘅裏邊，佢冇用自己嘅方法。佢好幾次佢有機會可以殺掃羅，因為掃羅追殺佢啊嘛。但係大衛唔殺掃羅。點解大衛唔咁做啊？因為大衛話掃羅係咩啊？神咩啊？神所高立嘅。佢唔敢喐掃羅，因為佢話神高立呢個，我唔敢掂佢。所以好睇到大衛睇重嘅係神。儘管佢喺嗰個危機裏邊，佢俾人追殺，佢有可以機會殺掃羅，佢都唔做。第二，當佢得國，佢建立呢個國度嘅時候，佢第一件事做就係將神嘅約櫃搬去大衛城，因為佢想百姓睇到嘅唔係佢啊，唔係大衛，而係神喺佢哋當中。然後同樣啦，當佢犯罪嘅時候，神藉着先知拿單對大衛講：喂，你搞錯喎，你犯罪喎。大衛點啊？佢冇推啊。佢承認自己嘅錯，佢好快。所以兩者比較嘅時候，你發覺係唔同。所以當今日我哋講神嘅同在係一個要訣，無論係一個人、一個家庭或者一個教會，我哋點先能夠蒙到神嘅祝福、神嘅賜福咧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冇咩好深嘅技巧，就係我哋好清楚神喺我哋當中，並且佢做帶領，我順服。我常在他裏邊，他常在我裏邊嘅時候，呢個就係蒙恩嘅要訣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翻，究竟一間教會點先係能夠蒙神嘅賜福咧？其實好簡單。如果我哋知道神嘅心意喺呢個時代佢嘅作為，佢嘅心意係咩嘢，我又願意跟從嘅話，其實呢個就係蒙恩嘅要訣。喺呢個角度嚟睇，我哋睇下神嘅心意係乜嘢。喺大使命裏邊，彼得後書第3章第9節。主所應許嘅尚未成就，有人以為他係耽延，
其實唔係耽延，乃係寬容你們。因為我哋嘅神係點啊？不願一人沉淪，乃願點啊？人人都悔改。嗱，我哋要明白神嘅心意，其實始早犯罪之後，神嘅救贖工作從來冇停止。喺歷世歷代唔同嘅時代、唔同嘅背景裏邊，神嘅救贖工作一直都喺度。所以我哋作為教會，我哋就問：究竟呢一個係乜嘢嘅時代？喺呢個時代裏邊，神嘅救贖工作係點樣？究竟教會點樣去回應翻呢個時代嘅需要，以致我哋唔係白佔地土咧？如果我哋真係有呢個順服嘅心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就能夠可以蒙神嘅祝福。我哋而家睇翻今日嘅經文啦，11章嘅19、21節，頭先冇讀過，而家讀翻。那些因司提反嘅事遭患難四散嘅門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。嗱，我呢個係和合本啊，所以有啲係塞浦路斯嘅，你哋嘅譯本翻譯。並安提阿，他們不向別人講道，只向猶太人講。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們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尼利人傳講主耶穌。主與他們同在，信而歸主嘅人就很多啦。呢度其實講翻安提阿教會成立嗰個嘅背景。其實佢嘅成立係因為喺耶路撒冷，因為司提反嘅事，門徒受逼迫，所以門徒四散咗唔同嘅地方。其中有啲人嚟到安提阿，喺安提阿裏邊，佢哋可以灰心，佢哋可以失望喎。你會設身處地，你因為信仰嘅緣故喺原居地裏面俾人逼迫，你被逼離鄉別井，走到另一個地方，你可能會問神 why？ 點解搞到我雞毛鴨血？然後去到嗰個時候，你可能灰心失望，你對神失望，對人失望，你就躺平，乜都唔理。但我睇翻當時嘅弟兄姊妹並唔係咁樣。去到安提阿嘅時候，佢仍然積極嘅傳福音，先係向猶太人同鄉同族同語言同文化，後嚟向外邦人希臘人。因為咁嘅緣故，聖經咪話咯，主與他們同在。因為佢哋明白神嘅心意，而又願意嚟去回應。喺過去呢幾年，我去咗英國好幾次，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嘅變動，好多係香港人走咗去英國，好咗去嚟咗加拿大，嚟咗澳洲，呢幾個地方啊，澳洲我都去過。我去英國幾次，去過倫敦，去過劍橋，去過曼徹斯特。特別係曼徹斯特其中一間嘅教會係我哋宣道會嘅，喺疫情之前係大概200幾人，而家係2300幾人。Manchester Alliance 我哋喺當中有啲活動，有啲聚會。啱啱舊年定前年佢哋30週年，我喺度參加，2000幾人點樣聚會啊？佢咪租個堂咯，可以坐1000人嘅，坐滿晒喺度，但係都坐唔晒啊，因為太多啦。可能太多所以每一次我去英國嘅時候，我都諗起節經文，因為好實際啊。離鄉別井，本身喺香港嘅，走咗去你嘅地方你可以灰心，你可以失望，你可以躺平，但係弟兄姊妹並唔係咁樣，所以福音工作喺英國起嚟。舊年我哋喺英國 Manchester 就搞咗一個嘅歐洲嘅華人同工團契退休營。其實我哋就係探討究竟喺歐洲，因為呢次英國嘅轉變，我哋前面嗰個嘅福音策略、宣教策略係點樣做法？係點樣做法？呢度係因為散開而福音傳開出去。其實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時代。我哋叫做散聚 （diaspora）， 就係散開又聚集。因為唔同嘅原因，人口散開咗，去到唔同嘅地方。中國人四處都有，我哋散開咗唔同嘅地方，大城市、細城市、窮鄉僻壤都好。但係中國人好容易走埋一齊嘅，因為點解啊？食中國嘢啊嘛，賣中國菜啊嘛，所以我哋去嗰個地方嘅時候，好容易就走埋一齊。咁呢個就成為一個機會，而家就係一個散聚嘅時代。其實唔係淨係華人咁樣，你留意喺唔同嘅地方嘅民族都係有咁嘅情況。我6月嘅時候揸車過嚟，
因為搬過嚟啊嘛，我揸架 CRV 由多倫多揸過嚟去多倫多，由多倫多揸嚟去 Vancouver， 揸咗我11日啊，2日喺 Winnipeg， 2日喺 Calgary 探童工啊！我唔想咁搏命啊，真係啊，真係仲上下要唞一唞啦。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喎，我由多倫多揸過嚟，即係橫跨加拿大啦，大城市、小城市唔同嘅咩？去油站、去 Tim Horton、去 fast food 嘅地方、去餐廳，我都見到印度人喎，真係喎，中國人都見唔到，我見到印度人，幾僻嘅地方我都見到印度人，呢個就係一個咁嘅時代。喺呢個時代裏邊，究竟教會要點樣做？點樣回應？喺舊年唔係舊年，今年啊，老人痴呆嚟嘅4月，今年4月喺多倫多仲未搬咗嘅時候，我參加咗一個叫 Chinese Diaspora Consultation， 就係喺多倫多舉行一個嘅散聚華人散聚一個嘅策進會。咁其中一個就係温以樂博士係好多年前已經開始研究 Diaspora， 寫到 Diaspora Missiology， 咁俾我好多嘅啟發。好多年前睇嘅書。咁喺呢個嘅講座裏邊，佢其中講過係一啲嘅散聚事工嘅 model， 有4個唔同嘅模式。第一，我哋向班新移民傳福音，我哋喺97嘅時候又好，後嚟又好，或者最近嘅 Stream B 又好，總之新移民嚟，我哋將福音傳俾佢，向呢個散聚嘅群體傳福音，做宣教工作。然後第二啦，我哋唔單止將福音傳俾佢，我哋建立呢班人。建立教會、植堂、nurture 佢哋、develop 佢哋，能夠喺本地做福音工作，喺海外做宣教工作。加拿大嘅教會嘅增長其實就係咁啦。我哋由開始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，由學生到移民，到唔同嘅階段，都係因為人口嚟到嘅當中，我哋建立咗華人教會。但係呢度佢講唔單止係 D1、D2。向同族嘅人、華人或者相同背景嘅人傳福音。喺第3、第4，佢講到要出去 beyond， 就係我哋唔單止係向中國人傳福音，我哋向其他人傳福音。就好似頭先《使徒行傳》，佢開始向猶太人，後嚟向希臘人。所以第3個 D3 就係我哋需要向非華人嚟做福音工作。感謝主，我知道你哋教會有英文裏邊有非華人啦，你哋有跨文化嘅一個嘅 congregation。然後第4，我哋點樣同一啲非我哋族裔嘅人一齊合作做宣教嘅工作？我自己望翻呢4個 model 裏邊嘅時候，我可以坦白講，華人教會過去咁多年啊，咁多個 decades， 我哋都係第1、第2個階段好忠心。我哋忠心去傳福音，我哋好忠心去傳福音俾華人。我哋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建立堂會、植堂，哈利路亞。但係我哋喺第3、第4仍然係好落後。如果華人教會喺前邊裏邊會被神賜福，我諗我哋需要去開始睇第3、第4，因為神賜福俾一個人，唔會只係停喺嗰度；神賜福俾一個民族，唔會只係停喺嗰度；神賜福俾一個教會，都唔會只係停喺嗰度。神係叫我哋成為流通嘅管子，將我哋蒙到嘅福嚟去傳開去，叫其他人都能夠得福。所以我好睇重華人嘅 diaspora 華人散聚。我覺得神俾我哋係好正，因為中國人特別多，又叻又聰明又勤力，我哋喺全世界都有。但係如果我哋只係睇中國人，我哋唔係全然掌握到神嘅心意。我覺得如果神要賜福華人教會，我哋需要向第3、第4、D3、D4 嚟傳福音。咁講翻轉頭有一個 side track 啦。你知我嘅中文名叫咩啊？鄧咩啊？唐廣華。我真係廣華醫院出世嘅，真係。我特別喺廣華醫院影幅相。嗱，依家係我醫院嘅，但我望翻轉頭，我覺得神好奇妙。因為而家我係即係世界華宣做嘅咧，我面對嘅就係 Chinese diaspora。我發覺
講話嘅意思咪就係講傳福音俾華人咯。只不過我哋唔係淨係 limit to 華人啫嘛。其實我哋嘅第二代係好 cross cultural 嘅。你哋咪一班 young people 去咗 rendezvous 嘅7月，我喺度啊。你哋10幾個啊嘛，細路仔，佢哋中文得、英文得、國語得。而家新嘅一代係好 talent 嘅，multilingual。其實佢哋就係一班跨文化嘅好佳嘅人選。所以教會需要去唔好淨係咁眼咁窄。所以呢個係俾我哋嘅挑戰。我知上個月係你哋嘅週年紀念啊嘛，呢個俾你週年紀念 challenge。神好祝福你哋，好感恩睇到 Westwood， 神好祝福你哋。但係你要蒙更大嘅福嗎？我諗可能就係第3、第4係我哋需要面對嘅嘢。第二個心意，時間關係啊，哇1點鐘都唔得掂。約翰福音第17章嘅22、23節，2節經文，主為門徒禱告。喺2節經文，你會發覺3次講到合而為一，呢個就係神嘅心意。神嘅心意唔單叫萬人得救，福音喺唔同嘅時代裏邊都要彰顯出去。但係呢個福音能夠傳開去，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教會弟兄姊妹需要合而為一。當時主就係為班門徒嘅合一嚟嘅禱告。我哋特別留意嗰度講，使他們合而為一，像我們合而為一。原來我哋需要合一，因為點解啊？原來我哋三位一體嘅神，佢本身係合而為一嘅。佢有唔同嘅角色，扮演唔同嘅 role， 但係佢哋係合一嘅。我哋能夠合一，因為我哋嘅神都係合一嘅。喺呢個經文裏邊，同樣喺後半節，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，被聖靈充滿，大有信心。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他。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，找着了，就帶他們到安提阿。他們足有1年功夫喺裏邊聚集，教訓許多人。門徒被稱為基督徒，就係喺安提阿開始嘅。呢個其實講出嗰個教會嘅 nature， 佢係由耶路撒冷一班嘅基督徒散居喺嗰度，短時間裏邊聚集，突然間增長。然後唔單止巴拿巴係耶路撒冷過去嘅領袖，巴拿巴發覺自己唔掂啦，走去大數揾掃羅。所以你發覺呢間教會係由好多唔同嘅人湧入去嚟去建立出嚟。呢個其中帶出個問題就係 integration。大家都有唔同嘅背景、唔同嘅原生家庭、唔同教會嘅經歷，我哋走埋一齊聚集嘅時候唔係咁容易喎。頭先講 Manchester 嘅時候 ，Manchester 有一間新嘅植堂，開始嘅時候由0開始，1年之後有大概100人，哇！哈利路亞，咁咪好事咯，哇！咁快就100人啦。點知收尾我哋最近知道嘅，佢由100人跌翻到30-40人，點解咧？就 integration。我同嗰個嘅牧者傾，哇，好喎，咁好。收尾同佢講，你知唔知嗰啲會有咩人啊？有宣道會嘅，有浸信會嘅，有禮賢會嘅，有平安福音堂嘅，有弟兄會嘅。你哋唔知係咩事啊？你都係基督徒啊，但係唔同嘅宗派有唔同嘅體制，有啲係 top down， 有啲係 bottom up。宣道會係中間嘅啊。同埋多數去到嗰度都係教會嘅領袖，個個以前都行得通嘅。一走埋一齊嘅時候，哇，七彩啦！合一同心唔係咁容易啊！特別開呢2個人出嚟，一個巴拿巴，一個掃羅，佢哋一齊侍奉哈利路亞，後嚟一齊宣教哈利路亞。但係第2次宣教發生咩事？分道揚鑣，因為馬可嘅事。我問你啦。邊個啱邊個錯？冇啱冇錯啊，2個唔同 style。掃羅就話：呢個甩個底嘅，唔好搞我。巴拿巴話唔係喎 ，give other second chance。冇話啱就錯，教會嘅問題就係咁啦。如果我啱晒，佢錯晒，咁就最容易啦，係嘛？我上天堂，第日佢喺下邊㗎嘛。梗係唔係啦，唔同做法啊嘛。但係依個好緊要啊，弟兄姊妹。我哋其中有一間嘅堂會，植咗10年，好好嘅，去到大概200人，奉獻好好。10年由0去到200人，
一個 good size 嘅 church， 嗰樣好。但係因為一個議題，咩議題我唔講啦嚇，而家成日好多拗餐死㗎啦。3個月裏邊3分天下，1/3留翻喺教會，1/3跟牧者出咗去，1/3受傷唔知去邊度，前路茫茫。當教會唔合一嘅時候，好多資源、精神、體力各方面都內耗。所以合一係神嘅心意，亦都係好重要。點能夠做到咧？時間關係，針好快就完啦。我引用Henry Lowen 一個 article， Moving from solitude to community to ministry。盧雲係用路加福音第6章嗰度講耶穌揀12個使徒嗰件事嚟做一個嘅例子。耶穌係整夜禱告 solitude 喺神面前禱告，然後清晨嘅時候喺門徒當中揀選12個使徒，然後建立呢個 community， 常與他們同在，然後先至 ministry 醫病趕鬼其他嘅嘢。呢個係耶穌嗰個 order， 係先喺神面前，然後先係人，然後先係事。但係你發覺呢個往往係我哋相反，我哋好多時候 deal with 事先，搞到頭崩壓力，搞到唔掂啦，最後尾先去搖嘅神嘅手祈禱。呢個往往係我哋嗰個。嗱，我係用呢個嚟去睇翻個合一嘅問題。我發覺合一往往唔係因為人同事能夠做到。你有你嘅睇法，我有我嘅睇法。人就話我俾面你，你俾面我。我同呢個 friend 啊，你應該俾啲乜乜乜我。唔係咁嘅。真正嘅合一其實喺邊度咧？喺翻喺神嘅裏邊。頭先講過嘛，叫他們合而為一，好像我們合而為一樣。能夠合一嘅唯有就係當我哋去翻神嘅裏邊。喺神嘅裏邊，我哋睇翻，原來 I'm not perfect, I'm a sinner。頭先領聖餐嘅時候，但係神都係咁樣接納我，饒恕我。我點解要求我嘅弟兄、我嘅姊妹 have to be perfect？ 總之佢嘅嘢我過唔到眼，我同你死過。神都唔係咁睇我哋，點解我要睇別人咁咧？所以一個真正嘅能夠合一，唯有當我哋都願意翻去神嘅裏邊，喺神嘅裏邊成為一個被饒恕、被蒙憐憫嘅人，然後從呢個角度去再睇別人嘅時候，我哋就可能有另一個睇法。結束啦，講一個故事算啦，又係新植堂嚟嘅。呢個係 good news， 係好事嚟嘅，唔係咁傷痛。呢個新植堂4年啫，就已經可以自立，經濟啊各方面。喺佢哋週年紀念嘅時候，我會講到，佢哋完咗之後，弟兄姊妹出嚟分享，喺嗰個仲係疫情期間喎，4年裏邊有疫情期間幾年。佢話透過教會牧師嘅教導、教會個培訓，佢哋得咗好多生命改變。完咗之後，我同佢嗰個執事同啲牧者去佢屋企食晏晝，佢啲執事做見證。佢話牧師喺教會推行每日靈修運動，全家嘅成人睇中文，細路仔睇英文，佢用一同嘅材料一齊做呢個靈修嘅工作。嗰個執事同我講見證，自從我哋一齊推動執行呢一個嘅每日靈修之後，我哋執事會開會個零鐘頭就搞掂啦，好有效率啦。因為當我哋真係靈修嘅時候，其實真係我哋去到神面前 ，solitude， 生命被改變，用呢一個改變嘅生命去彼此相處嘅時候，就唔係再係以前我咁嘅，你係咁嘅，我咁嘅背景嘅，我係咁睇啱嘅，大家爭來爭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間蒙神賜福嘅教會就好簡單。我哋知道神喺呢個時代嘅作為，我哋願意讓呢一間教會成為一個嘅福音嘅渠道，將福音傳開佢。唔單止係華人、非華人，而喺個過程裏邊，我哋唔係各持己見，而係合而為一，
係神做帶領啊嘛，神同在，佢係元首啊嘛，我哋跟佢彼此配搭，願意神喺前面更大嘅祝福你哋，我哋一齊祈禱。天父為 Westwood 獻上感恩，過去咁多年神你好大嘅祝福。頭先聽到報告裏邊有唔同嘅變動各方面，我深信喺神裏邊冇偶然嘅事，神你會讓呢間教會更大嘅被你嚟去使用。其中好重要嘅，主啊，我哋要明白你喺時代嘅作為，你嘅心意，又俾教會嘅牧者、弟兄姊妹、領袖同感一靈，合而為一，一齊向着你為我哋所擺設嘅標杆直奔。求主恩待賜福，我哋咁嘅祈禱交託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多謝鄧牧師嘅好適時嘅提醒，同埋對我哋嘅挑戰哦。咁我哋一同努力啊！請各位站立，我哋一同去唱三一頌，然後領受神嘅恩典。我哋同心低頭領受上帝嘅恩典，係出自民數記6章。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；願耶和華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給你；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Amen。讓我哋一同唱《願你平安》咧，去作為我哋散會嘅詩歌，彼此問候，彼此祝福。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最後一次啦，我望住大家咯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各位請坐，我哋默禱之後咧，可以散會彼此祝福。